因若为着因应美国对顶关税的冲击，即马劳动部有按算讲无薪假薪水补贴的方案，未来政府按算要扩大适用的产业。因若今仔日5月劳动节，劳工团体嘛有提出包括反霸凌，也个要恢复7天固定假日这诉求，而且伫今日下晡会行上街头游行。对此呢，劳动部长洪新汉是强调讲，劳工团体的诉求，政府拢有听到啊，劳动部嘛好好讨论。 大家这次很重要的诉求是反霸凌嘛，然后反霸凌要保障的部分，然后再来有包括大家也期望，其实很多劳工朋友一直都期望有降低工时。其实劳工朋友提出来的一些诉求，我想我们在部里面都会讨论，而且认真的来去做思考。 劳工团体发动的5月劳动节大游行，下晝1點半將會對總統府遊行到立法院，合據中正1分局昨夜公布交通管制圖，啟達吉蘭大道東西向，自早起10點到暗時6點實施交通管制，有必要的時陣會擴大管制，以免發生衝突。另外，因應美國的對頂關稅，勞動部撒個人安定措施，無薪假薪資補貼方案會擴大適用的產業。 过去在经济部的国贸署这个登记的进出口的厂商，那第二个是过去3年要有输美的时机啦哈，那第三个就是跟过去相比，那有一定比例的这个衰退的状况，然后可以来适用我们这个雇佣安定措施启动以后的这个薪资的补贴。 即卖个人安定措施，即个呢，像零制品、机械设备、加其他运输工具、加零件制造业等3种行业，将减办休困30天以上，才能申请一个人1个月上悬8700的无薪假补贴。 一若扩大适用产业，当时开始将会看关税对产业的影响，结果跨部会讨论。另外，台北这份外包的清洁业务今年要换缴889位清洁人员，可能会拄到年资加地休归零的情形。对此，台北这份回应讲，正伫咧清查清洁人员的年资，以变更契约来办理，纳入地休年资变期。 以后新契约招标拢会比较办理，维护清洁人员的权益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